理了我的焦慮。你活着時，沒幾個人在意你；你死了以後，也沒幾個人記得你。所以，請你務必記住，除了生病以外，你所感受到的痛苦，都是你的情緒帶給你，而非實在的存在。現在要在乎的，無非就三件事：你的錢、你的健康、你內心的平靜。不要相信壓力會轉變成動力，你的壓力只會轉變成病力。保持快樂的秘密就是無所謂，愛誰誰，沒必要，不至於。內心一旦平靜，外界便鴉雀無聲。你這一生最好的貴人，就是大氣向上的自己。你在意什麼，什麼就折磨你；你在意什麼，就會被什麼折磨。萬事從心起，看淡一身輕。生氣是因為你不夠大度，嫉妒是因為你不夠優秀，悲傷是因為你不夠堅強，鬱悶是因為你不夠豁達，焦慮是因為你不夠從容。心平能御3000疾，心靜可通萬事理。世上最好的放生就是放過自己。生活之苦，苦在執着；生活之難，難在放下。被這段話點成了：爛泥爛得很安逸，你何必強扶他上境？鹹魚躺着好好的，你又何苦使其自身一塊朽木？你又何必費力雕取，克制自身去糾正他人？在成年人的世界裏，唯有救選，而非教育；唯有選擇，而非改變。若自己不覺悟，他人怎能逆？若自己已醒悟，又何須他人助？比你聰明的人會否定你，比你憑蠢的人也會否定你。人木人，往往無果；事智人，卻能一擊即中。人難以被叫醒，唯有在痛苦中方能清醒。